主王2023年6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堂半开卖舞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26篇。上主啊，求你判我无罪，因为我有照正直得行，我倚靠上主无动摇。上主啊，求你监察我，考验我，求你查验我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你的慈爱伫我的目睭前，我有照你的真理得行。我毋捌甲虚假的人做伙坐，嘛毋捌甲假好的人斗阵。我厌恶甲歹人结党，无爱甲恶毒的人做伙坐。上主啊，我洗手表示无罪，设你的祭坛参加礼拜，用感谢的诗歌颂赞，讲起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上主啊，我喜爱你大的厝，你的阳光临在的所在，毋通将我的性命甲罪人做伙消灭，毋通将我的活命甲杀人的做一个消灭。因的手不时做歹，因的正手逐所在受贿赂。若是我要照正直来行，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。我的脚徛伫边塔的所在，我要伫大会中称赞上主。上堂半开卖舞，贿赂哪像是自古到今无分族群，为家己谋取利益的犯罪手法。接受贿赂是坠入恶者的陷阱。上帝予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就严正警告，毋通收贿赂，因为贿赂会互目金的人变做痴迷，会互歪曲正直的人的证词。智慧的传道者也劝诫，恐吓取财会互智慧人变做戆，贿赂会互人的心腐败。不过，对了的人性真好简单，凭着意志抗拒恶者的诱惑。民数记捌记载，别人原有机会做传达上帝旨意的尊贵先知，却受到摩押王巴力的财宝诱惑，甘愿受请去咒诅以色列人。伫新约中，彼得称别人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。贿赂的存在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，甚至诚侪恶者攻击义人的手段。2022年9月前，南投县长借工程收取贿赂回扣案，因罪证确凿，予台中高等法院宣判有罪定谳，累计刑期超过400年。总是摇人循规蹈矩，却被指控受贿，真是无妄之灾。南科高铁检诊工程案就是一个例。2001年，国科会副主委谢清志成立南科高铁检诊专案小组，采用非传统工法检照高铁通过南科的时引发的震动，以确保园区内面情缘产业袂受影响。无拍算，2006年竟然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以图利甲泄密罪起诉。这场诉讼头尾6年，直到2012年
台南地方法院宣判谢清志等人是无罪定谳。2008年，谢清志出版谢清志的生命震动感慨，经历这个事件了后，创然我重新通得转去厝内甲太太同住，儿女也放下心头大石。不过我的人生前途已经巨变，也无法度搁再重来。类似的案件，还有2006年士林地检署以贪污罪起诉长隆市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洪启慧，指控伊收受台湾号鼎盛基董事长的贿赂。2年后，士林地方法院宣判洪启慧等人无罪定谳。事后，洪启慧伫面册写“正义虽到，名誉难复”。为什么热心服务人群会拄到互误会，甚至受污蔑的艰困处境？这个问题真好用1-2句话回答。诗篇26篇拄好是用信仰的立场做回应。诗人拄到这种困境，并无细算家己的遭遇，因为讲也讲袂清。伊只求上帝降察甲伸冤，也求上帝用不变的疼引带伊，搁甲伊同住。伫公义还未临到以前，信靠上帝就是伊的气力。上帝同在是人上大的保障。歹人随时做歹，世界受贿赂，人若干那靠道德伦理规范，就算善良甲疼心，也会受消磨殆尽。唯有仰望全然公义的上帝，伫基督中常常甲慈爱的上帝亲近，这是生命前进的力量。默想：安怎面对别人对我的误会和虚假言论的攻击？安怎面对别人对我的误会和虚假言论的攻击？咱来祈祷。全然公义的主，伫这个冤巧悖谬的世代，求你用不变的疼引带我、保护我。你的同在是我上大的保障甲望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